在台中呢，有一個姓夏的查某人含前男朋友分手進前，發現講已經有身啊。2024年11月，佇個大個所在，甲這囡仔生落來，想袂到呢，伊直接就甲這嬰仔對11樓劈落到1樓，這囡仔是死亡。啊那檢方依照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為殺人罪嫌起訴。台中地方法院國民法庭審3天，今下晡一審呢，來甲伊判刑4年6個月。穿烏衫姓夏的查某人判決聽說，含律師快速離開法院，對媒體的問題攏無回應。姓夏查某人佇2024年11月涉嫌甲拄仔出世的後生按11樓房間的塔門車落去社區的花亭，一直到迄天9點才到花亭，已經死亡的查甫嬰送病院。檢方照成年人挑工殺害兒童罪，甲起訴。國民法庭佇19照刑度較輕的刑務殺人罪。判4年半。其實主要的政治重點是在於說，到底當下的情況有沒有到真的不得已的選擇。有律師認為，國民法官應該是照被告迄陣的心態做判斷，不過這種判斷是真歹講。若是檢方上訴，二審法官可能會無同見解。檢方調查，24歲姓夏查某人佇2023年9月，甲姓曾的前查甫朋友未婚生一個查某囝。2024年3月，兩個人分手。不過分手進前，姓夏查某人閣已經有第二胎。同一年11月28日透早3點，家己一個人踮咧厝內，甲查甫囝生出來。被告出庭的時候講，因為前查甫朋友叫伊做保證人，貸款100萬，說無愛提錢出來飼查某囝，毋才會氣惱，甲囡仔害死。事後感覺真後悔。立審基金會認為，律師案件的當事人應有經濟感情照顧這塊壓力，閣無得到原生家庭支持，再造成悲劇。那在他早期原生家庭的經驗裡面，沒有機會去被接起他的這個困境，以至於他在未成年之際，甚至才剛輔成年之際，就會透過親密關係或一個不穩定的一個親密伴侶的狀況，去尋求一個家庭的安定感或者是安全感。在審理的時陣，辯護律師嘛解釋講，被告是因為長期壓力大來做唔到代志，主張伊是犯刑度較輕的刑務殺人罪。不過台中市社會局告訴代理人認為，被告並無積極的作為，一個生氣就找囡仔出水，應該用殺人罪來判刑。對着一審的判決，社會局並無回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